幸福好厝边，随意好料理。啊，来，你今仔要煮啥物？唔知，今仔都要煮啥？就酱菜叫做海南鸡饭嘛。有诶，啊，即寡要做海南鸡饭。这算台菜台版的、台湾版的，较简单化的海南鸡饭啊。因为海南鸡饭正统的伊是爱有迄个斑斓叶，爱有香茅，甲有迄个姜黄。哦。因为即款物件吼，咱一般伫咱的超市较无遐尼简单买到。吼，所以咱就同款的原理，做法嘛是同款。对。吼，咱才会当拿做拿讲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来姜母吼，先甲切一个，简单者吼。好。来，咱这鸡肉吼，事先甲洗出，用出盐甲生。好，用出盐生吼，伊的肉会搁较甜，迄肉汤吼，起来搁酥掉的。啊，所以爱家安尼。掠两节。好，啊，因为咱今日是无骨的嘛吼，好，所以你煮足紧的。哦。我是无建议搁炸过啦。因为咱这鸡肉伊有迄个蛋白质的关系，所以你若食落去煮饭是咪加工，伊蛋白质走起来，哦，会浮起来，会有一寡泡，啊，迄个饭落较袂遐尼清，会较有一寡，人咧讲泰国面啊，对对嘿，所以有一寡泡啦。对，但是咱袂要紧，咱会用甲锅煎的吼，莫搁杀过，因为咱这已经无骨咯，无骨你搁杀过吼，迄淀粉拢流掉的。哦。嘿，对，咱听唔免客油哦。好。因为咱这鸡皮有油。哦。好。你再落去。嘿，你看，摕伊就揪起来。啊，有无？大火哦吼，好煎，甲咱迄个咧煎物件拢共款，咧煎鱼嘛是，你捌煎鱼无？我唔敢呢，我惊喷。你是惊喷啦？还是惊煎啊？规只破糊糊？嘛是有惊啦，这嘛会惊啦。所以一般迄个足侪咱的妈妈吼，有足侪问题就讲，哎呀，我咧煮物件咧拢，其实吼伊就是伤赶紧，伊种摕落去吼，啊就赶紧要去看卖好袂，看迄个鱼啊这边惊臭的渣，啊就一直去啊叮当，一直去啊冰，一直去啊拉，结果鱼啊就规只破糊糊。哦，所以卖惊。唔免惊。煮菜卖惊。因为一般你若要臭的渣其实无遐紧，除非讲你啊看哦，伊若有青白烟的时阵吼。就有臭的渣可能，啊，所以伊若未清白，其实基本上你拢免惊。哦，啊，你看伊这有鸡油走出来了呢。有。啊，有这边。哦，有鸡油走出来啊。啊，就是啊，等伊出来鸡油。鸡油出来，咱这姜。哦，鸡油出来时阵，咱姜就。嘿，对。有煎过吼，咱等下落煮的时阵吼。本身伊有加一个肉香啊。哦。迄个香味无共。了解。嘿。哦，这好煎者袂要紧啊，来。咱会记吼，因咱要用电锅落煮2碗的米，吼，2碗的米还是碎，摕落。啊，这高汤是啥物汤？高汤就是一般迄个市面上咧卖迄高汤啊。对使。嘿，迄个即个使。啊，你若用一般的水，用白水嘛会使啦。我想互伊搁较味搁较重的。哦。来，咱就2碗米啊，2碗高汤。哦，好。嘿。好，来，咱这米。上好吼，啊，这葱仔甲切落。哦。啊，咱这油葱。嘿，油葱甲下落。哦，嘛是放落这内咧。嘿，对，我切落内面。啊，铺边。嘿。啊，这会使好滚者，等下较紧。啊，这内底敢讲爱放水？哎，外口迄个电锅的外下吼。外锅。差不多1杯半的水。1杯半。嘿，看你若讲饭煮愈多吼，你著水加用一寡。好，1杯半。对。啊，咱这鸡腿因为无骨，所以你熟足紧的。哦，所以咱加1杯半就够。对。好，这大家甲煮者就使。好来。哦，啊，直接甲倒落。小甲倒落去。哦，搁有迄油葱，等下咱咧饭起来会足好食。咱鸡腿，我那个下落去。好。哇，你看咱。啊，直接安尼落去炖就会使。烧落去用，就像咱咧煮饭，嘿，对。哦。安尼起落去。嘿。啊，镜头啊。试落去。较试落去。安尼就好。等安尼也袂好啦，安尼好，安尼就好，爱等。哎，咱就是等半点钟以后，再搁转来看卖咧，吼。哇，你看看，青的鸡腿落去煮的饭来。小紧。来，咱这个葱姜，硬起。啊，这个鸡肉吼，咱
还是甲硬起来吼，去咱边啊吼，互伊较冷一撮切吼，较会水。哦，啊，你来看这饭，哦，你片，哦有，来，你片这边，哦，有迄个油葱，啊个鸡肉的香有无？来这真正来，是吼，迄个饭匙，饭匙来，哦，来咱个拌拌的，拌拌的哦，你看有无？有迄拄则有迄鸡油吼，啊，哇，真正足香的呢。啊，我对一碗，对一碗起来哈。这一碗无够啦，这可能啊，咱这，好，先啊起来哈。好。来，安尼就去边。来，啊，咱这，恁咧食鸡饭吼，拢有一个葱油嘛。对。好，咱这个葱啊吼，切较油的，啊，这姜换个切较油的哈。来下一寡。哦，这个我改。爱葱蒜油。嘿，啊你来啊你迄个，一撮这啊咱老香油往香油吼，啊无香油咱就一撮这油啊。一罐麻油。加一撮蒜麻油了，吼，味较袂伤重。哦，这个等于是香油啦。好。来，波波，你摕一寡迄个盐，盐。一撮盐尾行无？哦，这咱这个葱油吼，爱有一撮咸淡。哦。哦，这葱姜啊，这盐甲捞开。为什么我这留咧即摆这个时阵，才来先冲油呢？其实咱头拄在要迄个鸡肉要落去电锅煮的时阵，咱就当来冲咯。但是因为咱即摆这起伤烧啦，所以即摆落去切伤烧，去互冷者吼。哇，另外迄油烧啊要呛烟哦，一定要烧开咧呛烟，迄温度才有够，迄葱啊甲姜的味才呛起来。好。好。哦，有无？哎，这我头先该看到呢。哦，有无？哦。就是哎，有咧滚，迄个姜甲葱迄个气味才会起来，才会出来。哦，哇，完美！来，搞咱的鸡肉哈。哦，来，这位，哦，今日介绍这个鸡饭，食饭。